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寒天大家出门，可能身躯边拢会炸保温杯，你不管是会当入烧滚水来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杯，读保温杯第一条。杯就是底水、底酒、饮料的器具，像讲底酒的，咱讲是酒杯；若落喙的，咱讲是起杯。另外底茶，咱讲茶杯。也毋过这茶杯嘛会当讲是底水、啉水用的杯仔，嘛人讲是茶瓯。另外，佫用白铁啊做的有保温功能的杯仔，咱讲是保温杯。杯嘛会当算是杯仔入水的单位，像咱讲一杯、两杯。另外，现代讲到杯型的奖牌，咱讲就是奖杯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例。头一个读做干杯，意思就是甲杯仔内底酒或者是水啉互干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咱讲杯底唔通饲金鱼。字面的意思就是讲杯仔内底唔通留会当饲金鱼的酒。若话句的意思就是叫人甲杯仔内底酒拢啉互干，就是干杯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过去应酬文化足普遍，食饭场合拢会听人讲杯底唔通饲金鱼，就是鼓吹人爱干杯。也毋过现代绝对袂当用阮啉烧酒赛车，一般应酬场合都袂强迫人爱啉互干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